哇，唔係講笑喎，真正全香港最名牌嘅衫物喺我哋一個單位度已經可以完全飽覽晒啦。影幕前嘅咁多位，有冇諗過可以喺全香港正中心嘅位置，老淺氛圍嘅何文田，可以買到個空中別墅之餘咧，仲可以感受晒整個九龍區再會不特止，仲可以睇埋呢個無盡嘅煙花景觀，居高臨下嘅感覺，有冇令你心動咧？Kenny 即刻帶你睇睇。我的天哪！身為一個空中嘅別墅，雙開門嘅設計當然係在所難免啦，咁先可以彰顯出老闆你嘅身份啊嘛。而發展商亦都創咗呢個 Samsung 拍卡指紋，再加密碼門鎖。唔知熒幕前嘅咁多位對640平方尺有啲咩概念呢？640平方尺即係等於我哋平時市區當中，如果你係買嗰間恒基嘅項目咧，足以可以做間4房至到5房俾你，相當誇張噶啦。而呢個4房至5房嘅面積空間咧，就正擠咗喺我哋客飯廳當中，超過640平方尺，基本上你開咩 party 都完全冇問題啊！嗱，雖則我哋身處呢個18樓嘅位置啦，但係由於我哋周邊咧都係啲低密度嘅住宅嚟嘅，但係成日都有人講何文田睇唔到海景喎，呢個都係事實嚟嘅。但係喺我哋嘅單位當中咧，竟然俾我發掘到咧，前方一帶咧有一個咧維多利亞港入水口景喎，都感受到少點嘅海景感覺嘅。大家有冇發現咧？今日 Kenny 好似特別矮咁啊！雖然 Kenny 都唔係特別高，但係用一個3.7米咁高嘅樓底情況之下咧，我相信姚明嚟到咧都真係會變矮仔啊！而且咧可以擁有一個咁高闊嘅一個空間咁當中咧，就算你吊翻個超過1米嘅水晶吊燈咧，整個單位都完全俾唔到任何嘅壓迫感嚟。呢個女神小天地真係相當地誇張啊！入到嚟唔係 L 型台面啊，係 L 型嘅走廊咧，先至可以走勻晒我哋整個女神小天地。整個廚房嘅空間咧，全部設計到一絲不苟噶。少少嘅過渡位置咧，就算佢做層板咧，都細心地幫你做咗少少圓角位，再加香檳金上嚟，整個格調一流啊！14號嘅大廚級雪櫃啦，相信你住翻1家700口咧，呢個容量都絕對冇問題。我哋入邊所有嘅廚具品牌咧，都係頂級嘅 Miele 全家套裝嚟嘅，焗爐啦、咖啡機啦、3支嘅紅酒櫃啦、大廚級嘅抽氣扇啦、4爐頭微波爐全線一應俱全，急死啦！嗱，喺1600尺嘅豪宅當中咧，少少走廊位咧點都在所難免噶啦。但喺我哋呢條合適嘅走廊當中咧，竟然分開咗7個部分，4間睡房同埋3個浴室。即刻望下細房先。喺我哋嘅細房小朋友房當中都絕對不能睇小佢啊！我哋呢邊嘅長度大概有9尺左右啦，所以小朋友房咧一樣可以做到5尺床、4尺衣櫃。但係成日都講3.7米咁高嘅樓底，你唔做翻少少垂直發展，有少少嘥咗啊！老實地講句喎，做一個1600尺嘅豪宅咧，我哋其他家庭成員個浴室咧就唔算特別大啊，整體面積空間算係合情合理加合法啦。但你會見到整體個設計空間都相當地細心嘅，可以留意到發展商個設計師咧個心靈上面嗰度真係諗住當自己用一個擺位設計方式嚟嘅。另外我呢邊呢間細房咧同啱啱隔離面積差唔多啦，所以室內面積唔多講啦。最特別之處咧，由於我哋教合體設計啦，所以我哋分開咗2個露台嘅。